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对年头到年尾，对日出到日落，你拢保守看顾阮，互阮得到平安。主啊，伫今年，阮有拄着武汉肺炎的传染，但总是，阮真感谢你，你保守看顾阮。阮今仔日犹原会当聚集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我们因为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但总是主啊，阮知犹原伫国外有真侪人受到即个病痛的困扰，阮恳求主你施了怜悯看顾，也互这医疗团队赶紧研发出有效控制即个病症的物件的药物。互阮因为安尼来得到利益，得到保守。求呢主啊，阮当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来服侍敬拜你。阮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互阮会当专心注心来听你的话，也照安尼去行，来领受利益。阮特别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完全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啊，圣歌队、甲乐团、甲诗会、甲诗琴，以及团工信息的同工同在，保守看顾因所做的服侍，透过因的帮助，互阮的敬拜得到你的欢喜。是阮的主啊，阮特别将阮的教会也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施行你大权能的手，引带看顾，互教会所有兄弟姊妹，拢得到你的带领，照你的心意去行。互教会所推动的各项事工，拢会当荣耀你，会当祝福万民。所以，阮特别将教会所设立的各个机构，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无论服务老人。服务细囝，也是服务其他的人，拢会当因为安尼，互你的名得到人的称颂而乐。是阮的主，阮特别恳求你甲教会的属灵领袖三甲弟弟，保守看顾所有这属灵的领袖，互因伫推动各项事工，拢会当去满足主的你的心意。恳求主你伫阮的国家施行你的恩典，继续带领国家的执政团队，互因所推动的政策会当利益伫万百姓，互你的公义、你的和平、你的仁爱，真正会当遍行伫即个土地。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耶和华至大，应该受大的恶乐，伊会大到袂得彻底。即代袂对迄代恶乐你的所做，也要保养你大权能的事。大家兄弟，大家平安。三角的吟诗恶乐上帝，圣诗第181首，恶乐主耶和华，恶乐主耶和华，请起立来吟全首。咱三角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保守带领，互阮平安经过一礼拜。你特别疼惜阮台湾伫疫情威胁的下面，完整兄弟姊妹有缘会当组织做伙来到你的圣殿敬拜阿罗你。这礼拜也是美国传统的感恩节，感谢上帝，你互阮见证过去的日子有你满满的恩典。你收赐阮丰盛的食物，收赐互阮有健康的身躯，佮收赐互阮有平安的心灵。也借着这个感恩的日子，佮一遍提起阮是何等有福气，会当成做你的囝儿，阮着珍惜把握每一摆甲你见面的日子，阮着心存敬省敬畏的心来过日子。这时也求你安静阮的心思意念，互阮用真实的心灵，通领受你活命的话。亲爱的主耶稣啊，阮要向你来悔改认罪。阮知你是全能至圣的神，阮只不过是忧愁软弱的罪人。你是至大慈悲的神，阮只不过是骄傲自专的罪人；你是正义源头的神，阮只不过是自私贪心的罪人；你是智慧无比的神，阮只不过是愚妄小心的罪人。含故恳求你，阿罗耳孔听阮内心谦卑认罪的祈祷。只有靠着你，阮才有气力会当离开高高甜的罪。因为你讲有我的恩典，你就够额。因为我的气力是伫你的软弱来成。圣灵啊，阮也要彼此勉励，互相代祷。阮的肢体当中，有人身躯欠安，心神软弱；有人失业，
生活拄着困难，有人人际关系失和，心操烦。今仔日，阮也要特别为着夫妻的关系拄着阻碍的家庭来代祷。过去结婚的时，阮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有入婚姻的誓约，无论伫顺境也是逆境，拢要珍惜对方，互相忠实直到永远。因为上帝，你先疼阮，你是疼的起头，也愿阮掠掉迄个起初的疼，搁一遍学习彼此相疼。阮逐人拢有无共款的困难，你拢深知。阮诚心将这个问题摆咧伫你的面前，你来恳求，也愿你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全。阮知阮所想所讲拢无够完全，即时阮也要学习主亲自教示的祈祷文，齐声祈祷讲：我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你的意是如天里，阮的是要我下面阮国父，今阮下面国阮人，不必就阮一起，有我特别爱，因为国阮名永远无起手，代代有尽。阿门。咱继续用启应的方式来读上帝的话。启应文第12篇，伫圣诗的后壁面18页。启应文第12篇，就是诗篇46篇。上帝是阮得闪的所在甲快乐。所以地虽然变迁，其中的水虽然缓缓好野涌，有一条河，伊会开车，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伫迄中间，城的确无摇动。列邦缓缓好，上帝出伊的声，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来啊，来看耶和华的所做，伊互高前刷到伫地极，站长枪。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请咱搁继续吟诗来学了上帝伫新圣诗第298首，快乐快乐，咱来敬拜。伫周报的第4页甲第5页，也是咱会当看 PowerPoint。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是
赞美，今仔日献歌队要带咱做来赞美，阮感谢你，主啊！感谢献歌队用水的歌声带领咱做伙来敬拜上帝，愿一切荣光拢归乎至大的上帝。咱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7章第2到第14节。现代中文译本第324页，和合本第297页。撒母耳记上卷第7章第2到14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
上主的约柜留伫基列耶林城真久，大概有20冬。伫这段时期，以色列人拢向上主求帮赞。撒母耳对以色列人民讲：若准你专心归向上主，就必须要弃绝所有外族的神明，甲亚述塔洛女神的像。你要将家己完全献予上主，单单服侍伊，安尼伊就会救恁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就安尼，以色列人除去巴力甲亚述塔洛的偶像，单单服侍上主。撒母耳调集所有以色列人到米斯巴，对因讲：我要伫遐为恁上主来祈祷。就安尼，因拢组织到米斯巴，因唱水来压伫上主的面前，当作祭物。而且禁食几日，因讲愿得罪了上主。米斯巴是撒母耳替以色列人处理纷争的纠纷的所在。非利士人听到以色列人组织伫米斯巴，迄5个非利士的领袖就带领军队出来攻击因。以色列人听见这个消息真惊吓，就对撒母耳讲：请继续为着阮上主，阮的上帝来祈祷，求伊救阮脱离非利士人。撒母耳抬一只羊羔做全牲的烧化祭献予上主。伊祈求上主帮助以色列，上主也应允了伊的祈祷。撒母耳伫献烧化祭的时阵，非利士人前来攻击。就伫这个时阵，上主对天顶用雷攻击因，互因溃乱倒退。以色列人对米斯巴出来，直直追赶敌人到伯甲的附近，沿路杀因。后来，撒母耳伫米斯巴甲神之间立了一块石头，讲：上主一直帮助咱，就安尼叫这块石头以便以谢，意思是帮助的石。安尼，非利士人被打败。撒母耳伫在生的日，上主无过互非利士人搁再侵犯以色列的领土，对以哥伦甲迦特。所有互非利士人夺去的城镇，拢归还互以色列。以色列收回拢总的领土。迄个时阵，以色列人甲迦南人和平相处。先经读到这，愿咱常常读上帝话，搁照伊的话去行。信息，今仔日咱的主任牧师蔡牧师要带来信息，伊的题目。也是圣经人物系列第47，撒母耳第2讲，撒母耳第2讲，请咱第一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有提起到以利甲撒母耳这两个家族，这两个家族因为因对上帝的态度无共款。互因整个家族的结局无共款。咱今日要继续来看撒母耳安怎互以色列百姓来得到祝福。牧师最近咧读圣经以及伫信仰家己体验的过程中间，我常常感受到一个领袖，无论伊是伫政治上，还是伫属灵顶面的领袖，甚至是一个家庭的家长，常常会因为因的选择。来影响一个国家、一间教会、一个家族，有无共款的命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无论你的身份是啥物货，咱其实拢掌握一定的权力。所以，有时阵咱会因为咱一个正确的决定来带予别人祝福，也有可能因为错误的决定来伤害一寡人。所以，这真要紧。咱今日就要透过撒母耳的故事，继续来看。撒母耳安怎诚做以色列百姓的祝福，互咱也当诚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咱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确信你的话充满气力，会当为阮的生命带来祝福，
会当调整更新，改变阮的生命。所以主啊，这是阮要静静听候你的话，求你赏赐阮有智慧，互阮会当真正看出你话语的奥秘，也帮助阮有信心、有气力，会当将你的话实行出来，来延光你的性命。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首先先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的背景。伫祭司带领以色列人的时阵，咱顶回有讲过，伊两个囝真悖逆，违背上帝的话，做真无好的事。后来有一遍伫甲非利士人征战的过程中间，这两个囝拢战死，连上顶以色列信仰上帝同在约柜，也被非利士人抢去，最后连以利也死。所以，这个时刻是以色列人因历史上面临真大危机的时刻。约柜伫非利士人的所在有7个月，但当时也造成非利士人真大的困扰，因为上帝家己征战啦，以色列人虽然战输，但是上帝是大权的上帝，伊家己征战，所以约柜伫这非利士人的所在。为非利士人带来真大的灾难，毋单单是因的生命大滚的这个形象被破坏，也互因得到真严重的传染病。所以非利士人，我讲这是上恐怖啊！所以因决定要将约柜送回去互行这个以色列人。所以经历这个事件了，以色列百姓因真正去体验到。因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各真各活的上帝，所以这个时阵，撒母耳开始来领导以色列人。因为伫迄个时阵以色列国内也有一寡人敬拜这个其他的偶像，就是巴力甲阿斯塔洛女神这个神像。所以撒母耳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做一遍的宗教改革，要求因将这偶像完全来毁掉。互以色列百姓会当专心归向上帝。后来，专心归向上帝了，毋是讲一切拢一帆风顺哦，毋是安尼哦。这时阵，非利士人佮开始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因佮面临一遍的挑战佮征战。这一遍，因就要求撒母耳替因向上帝祈祷，结果上帝佮听因的祈祷，惊心了。亲自拍败了来侵犯的非利士人，所以撒母耳就立一块石头做一个纪念的记号，称这个石头叫做以便以谢，来宣告对过去到现在到如今耶和华拢帮助因。咱今日要对这段经文中间来思考几个真重要的信息，特别咱来思考，咱安怎真做别人的祝福。也安怎去得到上帝的帮助？就是以便以谢上帝的帮助。首先，咱先来看以便以谢的意思今仔题目叫做以便以谢，这个字是希伯来文是对两个字所组成的。以便是石头，以谢是帮助，所以两个合作伙的意思就是讲是帮助的石，帮助的石。就是讲，撒母耳立一个记号，提醒以色列人，上帝是因永远的帮助者，是那亲像石盘遐尼稳固的帮助者。伫以色列人的历史经验中间，因体验到上帝是以便以谢的上帝，就是上帝是亲像石盘遐尼稳固的帮助者。咱分两个部分来看，第一项就是上帝是帮助人。牧师毋知影大家所经历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但是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如果你若真正认真去体验，上帝是一个永远的帮助者。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撒母耳甲以色列人，因所经验的上帝是一个充满能力，而且亲自伸出援手帮助因的上帝。圣经中间嘛有真侪所在。拢看见着上帝，让真做咱的帮助者。诗篇121篇
安尼讲，我夜北黄山，我的帮赞对倒落来，我的帮赞是对创造天地耶和华来。伊的确无互你的骹摇错，保护你的的确无拄面。就讲咱一世人中间可能会经历真侪困境，但是真正会当帮助咱的，值得咱完全信靠的，都是上帝那尔。咱要靠人虽然咱有朋友会当帮助咱，但是人的帮助究竟有限啊！我记得我有一遍的经验吼，就是牧师娘，伊迄时阵怀孕吼，当要生阮大汉查某囝母亲的时阵吼，因为是阮第一个囡仔吼，所以阮拢真紧张吼。迄母亲佫生做特别大只吼，牧师人无讲做大汉，所以吼，迄生产的过程中间。到有产期也未生产啦，所以医生就阮建议讲吼，安尼我来拍催生吼，已经拍24点钟拢无生出来吼，安尼就无用手术的方式来生产吼，手术的过程真顺利吼，但是牧师娘因为安尼爱住伫病院几工的时间需要有人照顾吼，我就甲牧师娘讲，你放心吼，我会好好照顾你吼。我咧甲你洗浴的时候，我就讲你无论安，我拢会好好照顾你吼。因为迄阵我较少年吼，较好困啦吼。上帝佫赐安眠嘛吼。牧师娘老讲吼，你暗时咧困的时阵吼，暗时吼，有时阵我爱起来便所吼，较拜托你我帮忙一下。我拄则讲过上帝赐安眠嘛吼，伊老叫3遍我拢叫袂醒。虽然我有足想要来帮忙，但是人总是软弱啦，所以吼，一直记牢伫心啊，念到前几工还咧念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会当依靠啥物人？咱最大的帮助是啥物人？人虽然真愿意，但是人无一定完全有迄款的能力帮助咱。但是如果咱若真正知有一个上帝，伊是绝对会当依靠的。伊是时时刻刻愿意帮助咱，而且是无拄面的上帝，时刻咧看顾咱的主。如果你若说真用心去体验，咱伫人生的过程中间，咱就是得到即款的上帝遐尼大的帮助。其实伫我的信仰经历中间嘛是安尼，伫整个牧会过程中间，我真正亲自去感受到上帝大权能的带领。伫真困难的过程中间，上帝有缘带来十足的帮助，互我绝对会当依靠。因为上帝的帮助吼，是绝对的帮助。圣经同咱讲，耶和华是帮助我的，我的确无惊吓，人会当将我怎样？所以咱应该爱学习去完全信靠这款的上帝。圣经佫咱讲，上帝是亲像石盘同款。遐尼稳固，这帮助是非常稳当的，所以上帝毋单单愿意帮助咱，伊是石盘。石头吼，伫圣经中间的上顶的意思，就是一个真稳固、袂摇动的帮助。伊是咱的保守，是堡垒相款的保护者，所以伊是稳固的石盘，互咱绝对的信靠。圣经同咱讲吼，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我的拯救，伊是我的关台，我的确袂摇动。上帝保守那亲像石盘同款稳固。有一首我真爱吟的诗歌吼，就是圣诗189首，大家拢真熟的一首诗歌吼，就是替我拍半石盘身吼。每一遍吼，我咧吟的时阵吼，我拢会让感受到这首诗歌的作者，迄款真深沉的体验吼。这首诗歌安尼吟吼，伊讲替我拍石盘身，互我美伫你内面，你手枪插遐袂开，空嘴流出火甲水。两项讲，我拢爱，写做世心拄歹代，
这首歌作者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在伊一边咧旅行的过程中间伊拄着真大的风台，风真大，甚至伊无法度佮继续向前行。伫即个非常危险的过程中间，伊看到头前有一个大的石洞，伊就秘入去石洞内底。当伊秘入去石洞内底，伊发觉讲外面是风真大，但是洞内却是平静安稳。所以即个时阵，伊就想到讲，主耶稣基督是普世万人的拯救的照伴。伊拍破家己的身躯，互咱遮有罪人得到伊完全的保守。所以我每一遍咧吟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都想到讲，咱人是何等软弱，但是因为咱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会通秘入伊的内底，伊拍破伊家己的身躯，互咱秘伫伊内底得到完全的保守。这款稳固的照伴，是值得咱专心去信靠。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要有这款的理解。咱伫人生的过程中间，咱有时会袂记即上帝的恩典咱得到保守。咱今仔日伫全世界疫情遐尼严重的过程中间，咱犹原会让伫遮组织来敬拜上帝，这是真大的问题。当然，咱有哪去体验遐个拄着遐尼困难的其他的国家的百姓，但是咱伫安尼，敢无应该献上咱的感谢？因为咱今仔日会当安尼，毋是偶然的。是真侪人的努力，甲上帝的保守所以咱来理解上帝既然是亲像一个稳固的照伴咧帮助咱，咱要安怎去领受即款的帮助？咱来对以下的经文来学习。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3项真重要的关键第一项关键咱来理解咱咧看即段经文的时阵咱一定要有即款的理解。以色列百姓之所以会当有以便以谢，去体验到上帝是帮助的这款的经历有一个真重要的因素，就是因愿意悔改归向上帝。这段圣经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描述，就是讲撒母耳对以色列百姓讲：如果你若专心归向上主，就的确弃绝所有外族神明甲阿斯塔洛女神的形象，你来将家己完全献上，独侍奉伊，安尼伊就会救恁脱离非利士人的管辖。换一句话来讲有一个要紧的点，就是讲要弃绝所有的偶像，独侍奉真神上帝，就是因爱完全悔改，毋通阁亲像过去同款，三心两意，阁去侍奉别个上帝。所以以色列百姓因为听了撒母耳所讲的话，因就除掉所有的偶像，而且聚集伫米利巴的所在，承认家己的罪。咱看记着圣经中间讲因抢水淋伫上主的面前。抢水的意思是啥物？就是上顶因的目屎讲因的心甲因的目屎淋伫主耶稣淋伫上主的面前，表明家己迫切真心的悔改，然后因敬这祈祷，完全悔罪，专心归顺了上帝。其实这个道理无困难了解，但是如果咱若无悔改，无听上帝的话，怎样会当得到上帝的帮助呢？咱若往前去看咱看撒母耳上卷的第4章，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去征战，嘛同款伫即个以便以谢即个所在征战。因迄个时阵，因去征战的时阵因想讲，因把迄个约柜拿出来，因拿做安尼上帝就甲因同在，因为约柜是上帝甲因同在嘛。因个大声话，改成做有精神安尼，约柜举去头前要甲对敌相战，结果大失败。为什么？因为无悔罪嘛，本质无改变，上帝的帮助就袂同在嘛。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若要得到上帝的同在，咱来理解，罪会互咱离开上帝的帮助。当咱愿意伫圣神的光照下面，
知影咱倒位去得罪上帝，得罪人，咱愿意完全悔改的时阵，上帝的确为咱带来帮助嘛。咱会当经历上帝伫咱中间帮助，这是第一个真重要要点。咱爱专心悔改，顺服上帝。啊，第二项呢，咱干那悔改吼，佮爱做一件代志吼，就是圣经继续甲咱讲吼，爱轻仰上帝，爱一心归顺啦吼。咱首先来看这段经文中间安尼讲吼，讲这段时期，以色列人拢向上帝求助。和合本的圣经吼，伊的翻译翻安尼，讲以色列人伫这段时间拢轻仰上帝。啥物叫做轻仰上帝？原文的意思就是讲，因拢非常悲伤来向上帝哀求。啊，这个人为什么会悲伤来向上帝哀求？就是讲，伊要靠赖上帝，将伊的生命完全投入伫上帝中间，就是专心专意去追求上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要得到上帝的帮助，除了去查验家己的罪、认罪悔改以外，咱必须爱去认真去检视咱的生命轻仰啥物货，因为轻仰啥物货所带来的结果会完全无共款。你心内咧想啥物货，你整个人生就受这个物件去吸引去。人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敢知影牧师吼？那拜六通常会做啥物款眠梦？你敢知？我若拜六暗时吼，咧困的时阵，我拢会梦起我咧讲道，因为我拜六差不多规工，我拢会去准备迄个讲道片吼。啊，当然有时真紧张吼，拜六若上紧张的时，暗时咧困的时阵，会梦起讲吼，我讲道的时阵吼，找无牧师服啦，啊无就找无讲道片啊吼。啊若迄工较在稳吼，我就梦起我伫咧讲道先。有先准备者，因为规工拢咧想这嘛。你若轻仰这项物件，你著规工拢会受伊吸引嘛。有诶少年人爱拍迄个电动玩具，伊可能目睭开开，就迄个电动玩具诶迄个画面就出现。啊，咱若爱追求啥物货，咱目睭开开时，就去想到迄项物件，这就叫做轻仰啥物货。所以伫遮圣经来讲，咱爱轻仰上帝吼。咱若仰望上帝是以便以谢帮助咱的石盘的上帝的时阵，咱就爱轻仰上帝嘛，爱靠赖上帝嘛。啊，如果咱的内心一方面期待上帝咱帮助，但是咱却轻仰其他的代志，咱就无法度得到上帝的帮助嘛。咱爱追求帮助，咱就爱接近这个真真正正会当帮助咱的真君上帝，咱就爱去思考上帝的代志嘛。而且思考了吼，轻仰了，咱该安怎？一心归顺嘛，咱来完全顺服嘛。咱知影，咱只轻仰上帝，接近上帝还阁无够，咱必须要完全顺服上帝，独独侍奉伊。所以对经文中间，咱看见着有一个关键的字，就是讲，如果你若专心归向上主，你将所有生命中间的五项拢来除去，将家己完全献予上帝，独独侍奉伊，安尼咱会当得到上帝的帮助，会当体验到迄个以便以谢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问题的重点就是讲，你够三心两意。咱的人生吼，往往咱期待上帝咱帮助，但是另外一方面，咱去轻仰世界，顺服世界的价值观。上帝对咱要求就是爱一心一意，完全顺服。这是得到上帝帮助的一个绝对的要件。当然，咱爱理解哈，当咱愿意轻仰上帝，一心归顺了后，毋是讲人生袂拄着困难，人生永远会拄着困难。亲像拄则经文中间，当因完全悔改、完全顺服了后，非利士人继续要攻击因，但是伫即个时阵吼，因就无亲像第一遍，甲非利士人相争相共，马上就冲出去要相争。因做一件真重要的改变，因对撒母耳讲：“
讲请继续为阮上主，阮的上帝祈祷，求伊救阮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替因祈祷献祭，伫献祭过程中间，咱看见着上帝亲自带因征战，帮因打败非利士人。上帝应允因的祈祷，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转变。咱看见着伊甲过去无共款，因用这个行动来表示因专心归向上帝，凡事倚靠上帝。因为祈祷是找求上帝帮咱上介好的方式。今日为什么咱教会遐尼注重推动中保大岛的事工？因为牧师确信大岛是领受上帝帮咱一个上介好的工作，这是互教会持续不断进步的原动力之一。前几天牧师团有调集所有的中保大岛事工或者大岛者，做伙有一个组织。伫这个组织的过程中间，我听真侪这大岛者因家己亲自的见证。因见证因伫大岛社内底替别人祈祷，上帝就亲自同工伫这中间，上帝就亲自带来帮咱。所以祈祷是上帝赏赐予咱一个真大的恩典。咱凡事拄着困境的时阵，咱透过祈祷，祈祷了后，咱就专心信靠。确实，咱每一个人的确会当去得到上帝十足的帮助。所以，咱今仔日牧师甲大家分享，咱看见着撒母耳安怎真做以色列百姓的祝福，伊带领因会当做完全的悔改。然后带领因亲向上帝，归顺上帝，独独侍奉上帝。然后当因困境的时阵，因知影会当对上帝献上祈祷，不住祈祷，因就去经历着以便以下的上帝。上帝用大能大力来帮助因，上帝恩典就安尼临在伫咱的中间。亲爱兄弟姊妹，我想大多数的兄弟拢知影，我的牧师娘伫前一站破病，事实上伫今年3月份牧师娘伫迄个例行的检查中间，就发现倒边的乳房有肿瘤。伊伫7天前是正边的乳房有肿瘤已经伊经过7天，其实拢随拢恢复完全但是无想到倒边阁发生有肿瘤的情形，这一边甲顶一边是完全无共款的肿瘤所以接受阮着一连串的治疗这个过程有经历开刀了，阁有化疗即马咧医院咧接受这个放射线治疗因为发生的时阵拄是疫情的中间所以迄个时阵，教会逐项事工拢有真大的变化。伫迄段时间内其实随上伫教会伫病院以及伫我的家庭中间，安尼奔走的过程中间随上杂杂地的代志是真济讲袂忝，实在是假伫这过程中间，阁有一边有真大的经历啦，就是讲。我伫这过程中间有一礼拜就是有5天的时间因为答应总会爱去新竹的所在训练这个传教士所以我离开台北爱去到新竹的所在伫这过程中间无想到牧师娘煞去感染着所以发烧啦肺部积水当我对新竹结束迄个事工了，转来到台北来送去病院医生讲这要赶紧来带院所以迄一边要住院13天伫迄个过程中间我实在是真自责啦，家己责备家己讲我较会爱遐尼无细腻伫即个时刻搁出外面服侍实在是真毋对啦责备家己
伫病院内底，我嘛是真，你讲伫祈祷中间，是家己感觉讲真亏欠吼。但是真感谢主啦吼，我伫祈祷中间犹原得到真大的平安吼。迄个时阵也有真侪兄弟姊妹对阮有实际关心以及带导，社会员也非常支持吼。伫13天了后，顺利来恢复。即个过程中间吼，我确信这是上帝对我的家庭的一个信心的磨练吼，为了要提升阮全家的信心。伫这过程中间，我去体验到吼，啥货是信心？信心就是讲，你对这件代志完全无能为力的时阵，你也会当犹原去自行看见上帝伫这个中间的稳定。伫这过程中间吼，我真正体验到上帝是以便以谢的上帝。我所信仰的上帝吼，伊所行的神迹奇事，毋是简单伫圣经中间记载。以便以谢的上帝，毋是伫纸面上记载的上帝，是真实活踮伫我生命，迄种带来帮助，迄种十足平安稳固的上帝。而且甲大家分享吼，咱人生过程中间，检测会经历真济这困境，但是毋通失望。上帝是帮助的上帝，伊是为咱备办充足的稳定的上帝，是绝对咱会当信靠伊。如果你若愿意信靠伊，来到伊的面前，伊得甲互你经历伊十足的帮助甲平安。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宣告你是以便以谢的上帝，是帮助阮的脚伴。主啊，阮愿意专心信靠，专心倚靠你来得到帮助。恳求你透过阮的祈祷，互阮经历你十足的平安。我们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感谢蔡牧师的勉励，咱继续吟诗来回应上帝的听。圣诗第27首，上帝做咱代代帮助，上帝做咱代代帮助，请起立来吟全首。
咱继续用奉献来继续咱的敬拜。上帝欢喜咱所有甘心乐意的奉献。若准你要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暂时免勉强，只是来奉献。请去咱做未来做奉献的祈祷。万项物拢是主所赏赐，感谢你，予阮家庭用拢够也阁有剩。但阮献淡薄金钱做你圣工的路用，相时阮也献上阮才能、温书甲性命，互你来使用。愿你感恩，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
我要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的第6页。本会消息，本会头一项，本周的特别事项。本主日是本会所定感恩节的主日，互咱常常圣效主的恩典，日日来分享主的慈爱，也透过咱的奉献参与来支持教会所有福音的事工。本主日杨新照牧师有那带领西罗亚诗班前往花莲举办退休会吼，愿一切平安。第3点，中央的流行疫情的指挥中心有宣布，配合秋冬的防疫的专案，那12月初1开始吼，有8大类的场所，咱是其中的一项。那请咱会当拢会当戴手安，注意卫生。防疫的关系，咱入摆咱教会做礼拜时拢爱实名制啦吼。那你若有炸即个咱的关怀卡，就会当免写迄个名吼，请咱会当来配合。第2项是感恩节的音乐会部分，因下晡12点45分，伫即个所在10号礼拜堂，也有丰富的节目，请咱会当留步落来欣赏，做伙用音乐来献上咱的感恩。第3项集体关怀部分有2项毋甘的事，有2项欢喜的事。头一项，本会会友欧陈妙姊妹，就是欧圣韵医师的妈妈，伫11月初5安歇主怀，已经伫11月18举行日念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2项，本会会友陈瑞芬姊妹，伫11月18安歇主怀。补充报告就是12月初4后礼拜5，上午10点半伫7楼的礼拜堂，要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参加，愿上帝安慰遗族。第3点，恭喜本会会友陈浩明兄弟甲蓝雅慧姊妹。雅慧就是咱兰德崇甲严主任长老控的查某囝，会定伫11月28，就是即礼拜6上午10点，伫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祝福新人甲因全家。第4点，本会会友左依莹姊妹甲林宗庆兄弟定伫12月初5，就是后礼拜6上午9点半，伫高雄三一教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祝福新人甲因全家。其他的团契的消息是，请咱家己来看吼。另外一点爱拜托大家伫第8页，咱双年安养中心的消息，咱有参加即个台新基金会的票选即个活动，因为咱即马是第2名吼，咱爱紧看会当扫即个 QR code，会当支持即个活动投票吼，有20万的奖金。那第7点按有看到身躯欠安的兄弟有22位，请咱伫代祷中关心因。报告以上，咱请牧师来做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遮有2位哈，第一位是即个詹月娇女士，詹月娇女士，那这里哈，对，不用加哈，欢迎欢迎，好，请坐。第2位哈，是一对夫妇哈，陈经志甲陈欣怡，伫遮哈，4个人来哈。其他到第一遍来，咱礼拜无介绍到。
咱欢迎这贵宾吼，等下礼拜结束了，咱去咱后壁这贵宾席吼，互咱做进一步的接待甲介绍。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是保守看顾阮的上帝，对年头到年尾，对日出到日落，你拢看顾阮，互阮得到平安。阮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主啊，阮肢体中间有失落亲人的，求你亲自安慰、保守、看顾，互阮明白你是真活的上帝，是守护阮活命。搁我的生命的上帝，互阮能看出即款的愿望。阮中间也有肢体充满欢喜的事，求主赐了这个新人会当得到主的保守甲看顾，互因新起造的家庭会当充满主的恩典。阮尝试也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会当专心信靠你，专心仰望你，来得到真实的平安。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个三甲来做伙吟祝福的诗歌，圣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主赐福保护你。今时煞要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